在今年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之际，现居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张树人与伊松南前来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出席了抗暴日相关活动。这次有幸邀请到2位中国留学生接受西藏之声的专访，介绍他们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及参加抗暴日活动的感想。下面我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张树人与伊松南作访西藏之声，欢迎你们。谢谢。首先你们就各自做自我介绍。我叫张树人，现在在澳洲的昆士兰大学就读文理双学士，我是物理学、政治科学还有国际关系专业。我很早的时候在国内就对西藏的议题有了解，同时对台湾其他这些就是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议题也都有一些了解吧。然后我呢14岁的时候还因为支持台湾独立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逮捕过，后来呢我流亡到澳洲，获得了澳洲的政治庇护。那您呢？我叫伊松南，然后我是来澳洲读的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主修的专业是跟设计有关。然后呢我是在大概就是出国以后，然后我才逐渐开始了解就是跟西藏有关的议题，特别是在这个 Twitter 上 follow 了贡嘎扎西先生以后，然后还有以及之后跟一系列就是在澳洲的流亡藏人接触，然后逐渐的开始了解这个了解西藏人的这种心声。那你们这次来达兰萨拉算是第一次吗？那你们主要是为什么来？是第一次来。因为我在澳洲那边认识了流亡藏人达真，然后达真呢其实很早就有邀请我，他说我也可以再带一些其他这个对西藏对流亡藏人感兴趣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来达兰萨拉参访，并且可以觐见尊者。但是呢之前因为学业以及这个比较忙这些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这回终于在今年的这个30抗暴日，然后抽出时间跟伊松南一起来达兰萨拉。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了解一下流亡藏人在这边的生活，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觐见尊者达赖喇嘛。那您有什么特别目的？我其实也是我跟达真女士也同样也比较熟，然后呢也是通过树人和达真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然后使我对达兰萨拉这个地方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呢我也希望进一步的走进藏人的这个就是说真实的生活，在一个不被洗脑的环境下的一种真实的言论上的表达。所以说我希望来到这里，然后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并且也为尊者献上我自己的祝福。那这个3月10号的这个西藏抗暴纪念日，那你们之前是否有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今天这次特此来达兰萨拉参加，那有什么样的感受特别的？我在澳洲的时候有参加过当地30抗暴日的游行，但是在这里呢，我发现就说是完全不同。比如说游行的队伍时间都比澳洲要长很多，因为毕竟澳洲流亡藏人他只是少数，但是在这边呢居住的全部都是流亡藏人，而且气势也比澳洲那边的就是说是更加的宏大。而且这次呢，在他的这个仪式上，我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讲话，他们讲了关于西藏的人权，然后我之前透过网络上也有一些了解，西藏的人权状况确实是非常的糟糕，现在西藏一直由中国在占领着，就是这样。那您呢？就是如同树人所说，然后就是在我来到达兰萨拉之前，我就听到了2起非常明显的，就是中共进一步的对藏人的这个迫害事件，包括就是有这个西藏，而且再加上之前我也听到过，就是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个
西藏人为了这个维护西藏的这个环境而不被中共过度的这个开采，然后能源不被中共过度的开采，然后就是表达了自己的意义，然后被中共拘捕，然后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中共在西藏地区对藏人执行的近乎种族灭绝的这样的种族屠杀这样的残暴的行为。那您这次来达兰萨拉有主要什么样的感受？来到这里，我发现就是藏人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能表达出自己的心声，然后就如同我在这里接触到的不少藏人朋友，他们都告诉我说，自由有的时候比物质，自由其实要比物质的这种条件要，然后还有这种享乐都要重要的多。所以说，他们都表示不后悔自己的这个流亡的这个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能真正的看到就是藏人内心的心声。是。那今天的这个康保日的这个官方的庆典活动上，那司政呀这些议会都发表声明说，都强调了这种继续支持中间道路这样这个政策。那你们是否有自己的建议，呼吁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藏中和谈？这样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以及对政府对藏人行政中央有什么看法？首先我是非常肯定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这个中间道路，然后在这个就是藏人不断的抗争中，然后发挥出的非常强大的作用，包括这个中间道路同样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持，然后呢让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认可，就是说藏人的抗争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然后呢是这个就是对于中共当局，然后能够形成非常强大的这样的道义压力，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我对这种和平抗争的方式呢，就是说，对于它具体的这个前景，我无法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或者是说一定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估计，因为呢，就是说，首先中共当局，没有任何的这个诚意去主动的去想跟藏人进行这样的和平谈判，然后呢，也并不自己首先就是一个中共自己就是一个和平就是一个中间道路的迫害者，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说，就是我认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呢，就是他的这个末路，其实上通过很多的征兆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呢，就是说汉藏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隔阂，然后还有汉人对藏人的这种历史上的这种不理解，往往却需要更多代的人来去不断的化解这样的矛盾，所以说呢。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汉人在汉人中间形成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是说文化沙文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往往可能需要更多的代的人才能够化解。所以说我并不能非常肯定的，就是说，在中共之后的这个新的这个中国政权是否就能够接纳藏人的诉求，这个我是不确定的。那张树人呢？就是我也是非常的这个，就说不认同中共可能会接受这个中间道路的方案，因为现在我知道确实藏人很积极热情。今天早上我跟这个尊者见面的时候，尊者也说了，他说。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他说只要中共能够尊重藏人的这些个信仰啊，这些什么，他说他们非常高兴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呢，尽管尊者已经做了这样多的让步，可是现在的中共当局还是
根本就说是不愿意去和谈，继续迫害藏人，而且呢还把中间道路给污蔑成西藏独立。包括我跟周围的一些华人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也有讲过，他们说达赖喇嘛尊者是藏独，我说达赖喇嘛尊者现在他反而反对西藏独立，他反而呢是在这个寻求中间道路，但是他们呢因为被中共官方的洗脑非常严重，他们也并不认同，也不相信。他们就说，这就好比我拿一个刀在你的面前，我说我不是要杀你，这就是说，就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尊者，可见他们受中共蒙蔽的程度非常深。所以呢，这也就表现出了第一，中共自己不愿意接受中间道路，尽管做了这样让步；第二呢，同时呢，中共他在宣传上，他又对汉人进行洗脑，让汉人去误解中间道路真正的意思。那据我们所知，张树人是上次在澳洲有拜见尊者，那您这次来达拉萨拉再次拜见尊者，你有什么感受？这次再次见到尊者，我非常的这个高兴，然后非常的这个就是激动。虽然是第二次拜见，但是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同样是能够感觉到尊者这种亲切感，而且尊者非常友好，尊者非常愿意跟汉人，尤其是汉人的学生来进行交流。而且这次来见尊者呢，弥补了上次算是一个小遗憾吧，因为上次的时候我们是拿自己的手机拍摄的，这个就是跟尊者的合影，并不是特别清晰，而且呢，当时呢也有摄影师在给我们照，但是当时因为一些技术问题，就是尊者那次出访拍的照片太多了，导致这个后来听达真讲说是摄影师的那个内存卡就是出了一点问题，导致电脑死机，很多照片都丢失了。然后我们见尊者就是摄影师拍的这个照片全部都丢失了。然后这次呢，这个能够这个拿到这个比较好、比较清晰的照片，所以就算是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那易松南，您是第几次再见尊者？我是第一次。那您这次第一次见尊者有什么样的感受？首先呢，我想揭露一点，就是我过去在学校发生过的一段历史，就是说在这个中共过去就是说一直在对这个中小学进行这样的洗脑，然后包括就是对中小学输出这个对尊者的各种各样的偏见，然后在学校里我们曾经被迫的要求写这个妖魔化尊者的这样的文章，然后呢，我也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在我不懂事的时候，但是呢，当我懂事了以后，我了解到西藏真正的这个历史的时候，然后我现在我真的来到这个来到尊者面前，而且他作为一个在我就是说在过去的这种环境下，然后被我去妖魔化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我觉得我首先就是带着一定程度上的忏悔，然后来到他面前，然后同时我从他的从跟他的这个对话中和他的言语之中，我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能让我敬仰的人。那你们对这种藏中间这种民情的交流、西藏议题的这种未来，你就做一下展望。首先，请张主任。首先呢，我还是非常支持这个汉藏之间这个增进交流，因为诸如我之前提到，这个中共一直在对汉人进行洗脑，去曲解这个中间道路，这个说中间道路就是这个谋求西藏独立啊这样的，就说这样的话，而且呢，同时呢，像易松南刚刚提到这个。汉人之间也有一些人有这个大汉民族主义的这些思想，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更多的汉藏交流，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个藏人知道这个西藏，就是说，一方面可以让汉人知道
藏人的这个实际是什么样的思想。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让汉人对藏人能够更尊重，让他们不至于民族主义那样强，不至于对藏人有一些歧视啊这样的想法。那您呢？我很同意张树人所说，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说汉人和藏人之间要在一种所谓的不扣帽子的这样一个前提下，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比方说现有的这种非常扣帽子式的这样的沟通，就比方说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支持藏独，这种特别典型的这种洗脑式的思维。首先，所以说呢，我们同时就是也呼吁，就是在海外的这些藏人能更多的首先去在一个不被洗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也能更多的讲出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海外，在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环境下，然后能去进一步的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真正的这个中间道路的含义，然后以及了解藏族人民的这个心声。那最后你们有没有要特别发表的感想？请易松南。这次就是说，首先我要祝达赖喇嘛尊者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长寿的生活下去。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汉藏之间的这种误解，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更加和平和沟通的方式，然后能够逐渐的去化解。然后呢，也希望汉族和藏族永远是朋友。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发表的感想？就是这次呢来到达兰萨拉，我的感觉就是这里非常的自由。就是说他可以有自由的信仰，可以挂尊者的法像，可以这个举雪山狮子的旗，而不必这个会面临任何来自中共当局的迫害。另外呢，这里的环境保护的也非常好。来到达兰萨拉的感觉，我就是说感觉人类非常渺小，人类只是自然小小的一部分，和自然完全的融入了一体。就说是，虽然说它的这个发展可能说这个并没有这个内地的西藏那边好，但是它对环境的保护很好，就是说非常的原生态，而不像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那样，他们去这个掠夺自然的资源，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比如说，而且他们呢还修青藏铁路，看着像是很发达，可以很方便的来往内地，但是它包括比如说在冻土层上面施工，对于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来这个达兰萨拉呢，虽然这个从德里那边没有铁路，我们是坐这个大巴上来的，但是呢，它能有效的保护了环境。然后呢，另外也是像易松南说的这一点，我也是觉得汉人和藏人之间需要多交流、多沟通，而且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汉人来达兰萨拉，亲自的感受一下这边的环境，来那个亲身的和当地的藏人朋友，甚至说直接的和尊者进行交流，来这个消除这些误会，来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尊者特地的送了我一本书，然后这里面有他的签名，我觉得这是，也包括这本书是尊者本人和另一个西人作者，然后合著的这样一本书，然后大概就是说阐述生命真正的意义，以及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幸福等等这样的这种价值观。我很希望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汉人朋友能更加深刻的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比如我认为这个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自我的表达，似乎要比就是说
纯粹的就是享受这种物质上带来的满足感，更能体现人生的幸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里。那再次感谢你们两个做访西藏之声。好，谢谢。谢谢。